勤务兵在，把我的好酒拿来。将军，这酒是留着要请客的。客人就在这里，我们俩要痛饮一场。请，我把谢寒，请。老将军，您请坐。请。来，是。我把谢寒喝了这坛美酒，咱们就战场上相见了。来，我们干！这酒不错吧？这可是我们家乡顿河的好酒，我保留了好长时间。将军，这场仗要是非打不可的话，就该摆开阵势，像模像样的打。我把谢寒，你说怎么打？您看这峡谷这么窄，双方一旦开战，打起来只能有一小队人通过，混战一场，要么您进我退，要么我进您退。那你就提条件吧。老将军，您也知道，除非一方停战退出峡谷，才能避免双方战士们的尸体填满奥钦峡谷。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争。说得好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现在是在作战，而不是复仇。我想听听你下面的想法。听听我的想法。阿德里扬将军，我实在不愿意跟您的军团进行这样的战斗啊。我也有同感。请，来喝酒。不过我这把年纪不能占你这个娃娃的便宜，我先撤。啊！这样我岂不是平白就占了峡谷吗？阿德里扬将军，我看这样吧，我或者您一方从谷口撤退10里，溜出战场，由对方过了峡谷，摆好阵势，咱们双方一战见输赢，您看怎么样？啊，您太小瞧我了！你以为没有奥钦大峡谷我就挡不住你了吗？你还是不要说小孩子的话了，喝酒吧。好，来，把酒倒满。阿德里扬将军，那我就回去和将领们商议，先准备去了。来，那现在我们同时撤军整修，明天清晨你开始过谷，正午之前列好阵势，太阳正中准备开战，怎么样？我把谢寒，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没有了。我们准备撤军。阿德里扬将军，我实在没有想到会在奥钦峡谷和您的哥萨克军团开战。图尔扈特军队的士兵们作战的时候如同猛虎下山，您的哥萨克是挡不住的。那我们可以以逸待劳，等到明天有太阳作证，你可要一定把握好战机呀！我把谢寒。好的，我们一言为定，一切按商定好的办。好，老将军，就像您说的那样，让太阳
来为我们作证。按约定，他应该在这等待我们，起码要留人接应。可是没见着一个活人呢。达什顿，塞尼亚，这么个大活人你就看不见吗？塞尼亚，你这没良心的！那天不是我救你，你能跑得掉吗？现在又嫌弃我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塞尼亚，那天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那就好。可是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，达什顿？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你。塞尼亚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又一次救了我们。我不想回大篷车了。那你跟我走吧，我不想把你留下了，我总是为你担心。你终于回来了。孩子，你好些了吗？坚持住啊，很快就要领你去看医生了。妈妈给你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你的病啊就会好起来，听见了吗？大王，你看他演的多像啊，简直跟真的一样。嘿，什么跟真的一样啊？本来就是真的嘛。喂，你说对不对啊，孩子的父亲？啊，不是说好了到镇子上才开始的吗？万一你当着别人的面反应不过来，那不是露馅了吗？没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是吗？那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。你们俩先摸一下情况，我和塞尼亚在客栈等你们。好，这。谁买肉干？牛肉干、羊肉干都有，谁买肉干？味道真不错。再来碗汤吧，慢点吃。就像没吃过东西似的。客人，你们是外乡人吧？啊，老板。啊，吃饱了。我们是从俄罗斯来的，这孩子病了。哎，听说咱们这儿要打仗了。是啊。哎，图尔扈特人要回他们故乡中国去，那就让他们走吧。可偏偏要把他们赶回去，那还能不打仗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女皇陛下可是给了努尔哈里汗一大笔好处呢。是这样，那图尔扈特人可就惨了。哎，这话可别到处去说，让当官的听见了可了不得呀。我的丈夫，咱们的孩子还是不吃东西，这可怎么办？是啊。刚才我看这孩子病得不轻，这样吧，你们先住下。老板，这些钱你先拿着。哎呀，你客气什么嘛？哎，啊，正好有一间正房空着，又宽敞又干净啊。夫人，里面请吧。来，快给客人送茶送水。脱了衣服，洗洗脸和脚吧。你先给孩子洗吧。老板，有没有大房子？哎呀，对不起，上房已经有客人了。那大房里住的什么人呢？啊，为什么不租给我们呢？这房主不能随便乱问。让。别挠了啊！走哎，都买着马，能便宜点呀！走，他们远点吧。撤！你看看你，衣服穿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呐，就是得有女人管着。来，胳膊抬高点。你可真麻烦。
谁让你不把衣服脱下来呢？你以为我喜欢这样疯啊？你不愿意干就算了，又不是我让你干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脱就不脱啊！谁让我欠你的？不，塞尼亚，是我欠你的。我只是随便说一句，你怎么当真了？塞尼亚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的对这个孩子好，谢谢你啊。怎么说这个？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欠了情的。那年，我陪韩王和韩后去圣彼得堡，韩后要生小孩，韩就把我留在他身边照顾他。可是，我没能把他的孩子带回去，要不，今天的一切，就全都不可能发生了。这也不是你的错。所有的人都能不怪我，可我自己不能不怪我自己。大士顿，你真好。哎，是不是药煮好了？啊，孩子，起来吃药吧。不想喝。你要听话，不吃药好不了。来，来，真好。奥琴峡谷山势险峻，如果快速穿插，对我们不利。我们的牛羊不能留给俄罗斯人，便宜了那个阿特里扬啊！你说说，你的牛羊能打仗吗？我的马群速度非常快，它会像风一样卷过大地。对呀，用我们的马群、牛群还有羊群。对，用我们的马群、牛群、羊群冲击他们的防线，抵挡他们的炮弹。我们要集中兵力，分步作战。我们出太极，守住老营，护卫老人、女人和孩子，最后再通过。没错，瑟楞将军熟悉地形，避免通过奥琴峡谷之后，我们的部落四分五裂。森林作战不是我们蒙古骑兵的强项。图尔扈特人是不怕森林作战的，你只了解地形，可是你了解我们吗？好了好了，别争了，太极，你来决定吧。坐下。过了峡谷之后是什么地方？哈萨克的领地，高山草原。可我是司令官，我问你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非常奇怪。是的，司令官阁下，我非常的奇怪，狡猾的图尔扈特人明明设了个圈套，想让我们拱手让出奥琴峡谷的天险，而你呢，久经沙场的指挥官，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呢？司节潘，你不明白吗？是的，我不明白，司令官阁下。那你们也不明白吗？我们也不明白，司令官阁下。是啊，都不明白，所以司令官只能有一个。阁下，您不能这样。司节潘，你一直是我的副手，更多的工作都压在了你的身上，你很辛苦。我感谢你的努力，为了你的健康，该让你轻松一下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休息吧。那好吧，将军。诸位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啊？还有吗？没有。查伦比亚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告诉你，是给那个女人送肉去。给我看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这样的饭她是不会吃的。
他要是不吃，他就去死。不行，她可是公主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查勒米亚，我告诉你，在我们这里很难找到他想吃的东西，这还是我和一个卫兵去哈萨克给他偷来的呢。那个卫兵还为他受了伤，到现在那个卫兵还什么吃的都没有呢。他不吃这个，吃什么？你听我的话，给我！你别拦着我，你给我！如果这个讨厌的女人不吃蒙古人的饭，我就天天教她看着我吃，饿死她好呢。查勒米亚，他会怪罪你的。别拦着我！查勒米亚，别拦着我！这个傻女人呐！这样做对我们很有利。如果他们占据了峡谷，我们要过，只能硬拼，不拼也只能回头。可是过谷作战，双方的机会是相等的。我们即使败了，仍可以反过来战守峡谷，遏制他们进攻，等候时机。这样，主动和被动的地位完全颠倒过来。可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阿德里昂久经战场，他怎么能不明白呢？依我看呐，他从心里根本就不想和我们死拼。他这个人呐，是不搞阴谋诡计的。莫门图太纪说的不错，他认为自己是雇佣军，并不想真的阻止我们，更不愿意把更多的力量白白的拼掉。韩王，请恕我直言，您总是用您善良的愿望对待敌人。可是我确实很难把阿德里扬将军当成我的敌人。我们能不能在夜间提前占领山谷呢？这样的话，以防有变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不讲信用，这可不是我们图尔扈特人的行为啊！蒙门图太纪，我们整个东归的计划，不就是在对俄罗斯玩了一个天大的骗局吗？这可不是一回事。无论如何，阿德里扬是用朋友的诚心对待我们的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韩，这件事别说了。是的，韩，我们明天过峡谷的时候务必谨慎，要分路而行。那些准备攻坚的战具、战车，还需要随时准备，以防万一。好，就照你的安排去准备吧。棒棒儿。查勒米亚，你给他送的肉，他吃了吗？他可不像是过去了，他什么都吃，他现在还幻想喝咖啡呢。我们现在不能把他的真实情况告诉韩王。现在他在我们这里已经活得太好了，要是在我们那儿，他的头早就掉了。她是女皇的外甥女，不杀她杀谁？留着她是个祸害。那些贵族们对待我们平民是什么态度？我真是恨透他们了。如果你们不敢杀他，就留给我来解决。韩王太软弱了，还带着他东归，多么累赘呀！杀了他，替那些百姓报仇。你疯了，查拉米亚！他现在对图尔扈特人还有用，留着他能有什么用？女皇早就把他给忘了。不光是图尔扈特人们恨他，他也是俄国农民的敌人。我要为我父亲报仇。那是女皇的罪过，和他们有关系。你放弃你的企图，否则你会受到图尔扈特最严厉的惩罚。难道图尔扈特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誓言吗？我不害怕任何惩罚，巴姆巴尔。我是靠自己的力量复仇，是准备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。你会后悔的，查拉比亚。在韩国，你要听我的话。如果韩说他应该被处死，那还用得着你去吗？查拉米亚，你听我的话，按照韩王的安排去伺候他，听话啊！这你放心，我对他好着呢。啊，查拉米亚，你真是个好女人呐！来，老板，
大人，您进来吃饭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让他们给我搬出来。是，您先到店里吃着，我让他们去搬。听见没有？让他搬出来。是。您请，您请。哎呀，请。客人，你们就委屈一下吧。这些当兵的，咱惹不起呀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你们到后院去住吧，那是我家，我老婆走亲戚去了。那儿比这儿安全。他们来了，咱们走吧。老板，来了。怎么没酒？拿酒来。对不起，小店里实在没酒了。什么没有？真的没了。那你去买、去抢、去借、去偷。可爵爷不，你快去啊！要不然我把你的房子给你拆了。是。来酒，马上就来。来，喝酒。给您。我们的酒呢？你不是说没有酒了吗？可您说没酒就拆房子，我还敢不拿吗？喝吧。来。快点！开门！怎么了？快开门！是这个房子，人都出来！就是这个房子，出来！全都出来！开门！出来！快点！开门！开门！出来！都出来！你到这边来！哎呦，过来！干什么呀？这还有什么？这个屋子都给我拉出去！快出去！过来！老板，你的客人都在这里了。都在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对夫妇带着一孩子在后院。快搜！走！快！不要开枪伤了伯爵。快！快！啊，三娘，大士哥，大王，大王，怎么样？抓住他们！快好了！在那儿，站住！快走！那孩子跑了，快追！大王，你先走，快走！你有烧，快走！你先走，走啊！你先走，还是你先走吧？走！开枪！开枪！你走吧，走，快走！站住！大王，你醒醒啊！大王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，站住！走啊！你走吧。不，你先走。在你家等你呢，快走啊！快走！你先走，你走啊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快开枪！快开枪！热纳斯图！快走！
斯捷潘将军。什么将军啊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。阿德里扬将军把我用够了，就像抹布一样把我给扔了。可是我有话和您说呀，斯捷潘将军。如果我拒绝呢？哦，凭着我们多年的交情，我想您当然不会了。请吧，斯捷潘将军，我们到屋里去说好吗？显而易见，阿德里扬将军违背了最基本的作战常识，这是他理解和判断上的失误。我认为是这样的，您说呢？我感到困惑，别克托夫先生。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即便是一个下级军官，也不会做出这样的错误，这很荒唐。您想过吗，将军？连下级军官都能知道的错误，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纠正他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别克托夫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啊，请您让我把话说完。毫无疑问，无论是女皇陛下还是波将军公爵，在这个问题上都会支持坚持正确路线的人。将军，女皇陛下的震怒就在于图尔扈特人无情地羞辱了俄罗斯，您明白吗？斯捷潘将军，您帮助了我，别克托夫先生。哎，我并不想帮助谁，斯捷潘将军，我只是在将功赎过。无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，我尊敬的斯捷潘将军，我都得获得女皇陛下的宽恕。您说，我这样做对吗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开枪！快开枪！快！快点！别让他跑了！快走！快追上来！快！三娘，你别管我，快躲起来，走，快走！啊！快，你们去那边！快点！快点来！快点！快追！撤！快追！快点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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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，在那儿！追！又是你！说，孩子呢？你知道什么叫傻瓜吗？就像你这样，被同样的方法骗2次的家伙。真刺激！你这混蛋！来吧！啊，来呀！开始交易吧！你这下贱的女人！呸！你这恶魔，下地狱去吧！去吧！
你死了吗？啊！你们都死了吗？他们都死了。三娘，三娘，大师的，你受伤了？啊！三娘，让我看看你的伤，怎么样？啊！我没事，我就想抱着你，别动，就这样。啊，三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都没事就好，都没事。啊，三娘，三娘，三娘！巴士顿叔叔他死了吗？不，他不会有事的。阿斯莱，好好守着他，我去找一辆车来。你去吧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的。大士顿，你可真傻！当我是个健康又快乐的美人时，你连看都不多看我一眼。可我现在成了这个样子，你倒对我那么好。那时候，我冒着风险救你，离开家族跟着你，你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你鄙视我，跟所有的人一样，认为我们次岗女人是乞丐，是骗子，是专门偷男人心的女巫。不，塞尼亚，我达士顿向佛祖起誓，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看过你。看你记得，好吧？你没那么想我，只能证明你傻。塞尼亚，我现在把心都交给你了。可我要死了，我觉得出我的生命像水一样从我的身体里流走了。达士顿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唱首歌吧。塞尼亚，好好歇着。没用的，我把我最后的生命一点一滴的都给了你，也就安心了。塞尼亚，你没睡着吧？别睡呀，塞尼亚，你看太阳多好啊！快了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就追上他们了。塞尼亚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向韩王，向所有的人宣布，我要娶你。韩王会为我们主持一个最隆重的婚礼，所有的人都会来看你，看我美丽的新娘子。塞尼亚，我们回到家乡，我要在最清的泉水边为你搭一座毡房，到时候我们会生好多好多孩子。塞尼亚，你告诉我，到哪儿能找到你的族人？我要请你们的长老为我们祝福，还有那个红鼻子小丑，他叫什么？塞尼亚，你怎么了？你回答我。他好像睡着了。塞尼亚，塞尼亚，月，塞尼亚，
塞尼亚，塞尼亚，你醒醒！你不能死啊！塞尼亚，大师的，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我到家了。不，这不是你的家。我们紫冈人没有家，走到哪儿不走了，那就是我的家。谢谢你，放下我，你走吧，去你的家，去你的家乡。有家真好，有自己的家乡真好。塞尼亚，塞尼亚，塞尼亚，塞尼亚。大士顿与塞尼亚凄婉的爱情令人叹息。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那些美好的东西才值得百倍珍惜。塞尼亚，而佛告诉我们，要舍得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谁又能没有一些遗憾，甚至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呢？塞尼亚！啊，叔叔，你看，黑骑士来了。他死了，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后面跟踪着，现在你终于出现了。对，我不忍心破坏这动人的一幕，尽管连我都感动了，可是戏还是要落幕的。伯爵该跟我走的时候还得跟我走啊。你以为这是戏的结尾吗？达什顿，图尔扈特人已经面临绝境，或者被哈斯克人消灭，或者永远地消失在一片沼泽之中。那是一片从来没有人走出过的恐怖地带。您的任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因为即使您赶上了他们，也只能一起沉没在沼泽之中。或许您到了，他们消失了，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。不管是生还是死，我永远和我的图尔扈特在一起。可是您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伯爵头上。作为图尔扈特的王子，和他的人民生死在一起，这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。达什顿，让我们做最后的决斗吧。塞尼亚，等着我。那就请你拔出你的刀吧。